为了要降低这流感引起的重症加死亡，卫福部疾管署宣布，今年10月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会改做上届新的3价疫苗。因为人口老化的关系，这采购疫苗的数量要到700万吨，是有史以来上届多。另外，也有研究来显示，讲这感染到流感了后的15天内，大约有1成的患者会引起中风。48岁的人大 S 因为流感过身，事实上流感重创健康的事件常常听到。监察院长陈桥去年底因为感染流感了后中风，好在在急救了后无要紧。根据2019年国际医学期刊研究显示，感染流感了后15天之内，每10人都至少有1个人可能会中风。感染的时候呢，会引发一些这个免疫的反应哈，这些免疫反应呢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细胞激素，这个过程呢会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这个通透性的改变哈，血管的变化，同时呢也比较容易产生，比如说是血凝啦，这就它的结果可能就是中风啦。医师表示，预防流感上好的方法就是做疫苗。卫福部疾管署表示，今年10月秋冬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，会由前卖4价疫苗改做上新的3价疫苗。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了后，改变病毒生态，B型酸性毒用要减切无，所以世卫组织 WHO 建议用排除 B型酸性毒改做3价疫苗，也就是2种 A 型疫苗毒 H1N1、H3N2。还有一种 B 型疫苗毒维多利亚毒，和疫苗防护效果更较好。本来只要预防3型，你下去打一个4型的疫苗呢，你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应该产生抗体的那3型的抗体会低一点，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要去产生第4型的抗体。它的能力有点被分散。目前社区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病毒株了，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会建议说，那这个流感疫苗可以从4价改成3价。疾管署强调，顶礼拜紧急买的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，依然是4价疫苗，希望10月能顺利开始做。另外，今年10月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，目前是伫作业阶段，为因应人口老化，65岁以上人口增加，按算买数量有700万剂左右，创历史新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